我跟你讲，癌症希望基金会真的很棒，它让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。像我先认识老彭的，后来就认识了小许。对，小许呢，现在正在走那个姻缘路。姻缘路，跟你有关哦。这个姻缘太深了。我们呢有一个节目是实境秀的节目，我们是跑各个乡镇的农会，我们把我们台湾的所有的很多很好的农产品，我们去做料理，然后我们去评比，然后完了以后我们要送去日本。对，我们已经即将完成了大概90%，剩下10%是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要去日本，我们要把这个东西送到日本，希望日本跟我们友好交流，我们很多好的农产品。连我们这边的柳芽对，拢个系柳芽，拢个摕入去，弄改造，当花刀买，当弄个上上，就在所以他就在里面。我们有4位主持人，但是我有一个很坏的想法，该怎么办？怎么了？因为呢，我们好像有第2季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突然就有天跟小许讲，我说，你不觉得草头猪？很适合呢，很适合。是要什么草头猪就是你本人，我本人是不是要下田工作？真的，你说草头猪是他？对啊，Julia， 我草头猪草茱莉亚的草头猪哦，对，他就大哥，这个老婆，等一下，这个谐音梗扯很远，而且还是已经开始在宣传你们的新节目。要来。我们新节目第1季，你们大家一定要看，在1月18号的时候，在1月8号。1月8号。1月8号在3立都会台晚上10点。哎，我真的是顿了。1月8号。新播有你知道吗？突然之间有个1出来，我就28啊，1月8号在3立都会台。跟他亏明白比赛了哈。我现在有另外一个任务啦，因为为什么把他们都 Q 出来，是因为我们要一起来个大合照。年底大家团圆一下，来，我们几位小许、草头猪，and 美秀姐，请到台下。好，来，我们大合照，好不好？凤叔也在，好来，那摄影老师，我刚刚都不敢交代一下，他们要怎么唱？因为我有听到凤叔唱。哎，你们不要开杠了，我要赶快拍照啦！马上开杠了，一直不做正事。来，比个手势还是什么的，开心一点哦，开心一点哦，比爱心。好，开心，谢谢美秀姐，谢谢。好小许先等一下。没问题。来，小许先哦。我们是小许先啦，不是啦。哎，但是佳慧也要等一下来，因为刚刚忘了 Q 院长讲话了。所以我们先把院长 Q 上来。你可以先去坐院长的位置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派你一个任务，你要听院长致辞。好，谢谢美秀姐，掌声鼓励，谢谢美秀姐，谢谢小许。我待会再出来，我待会出来。我们邀请一下你来邀请黄院长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也热。那台前最帅的一哥是谁？欢迎出来。上一次在高雄听到他的曲目之后，我也兴奋了起来。阿嬤可能就要起来跳舞了哈。真的呢。去高雄的时候，那个88岁的阿嬤跟我一起跳。真的所以大家要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许富凯简单讲一下，这是你第几年参加我们的基金会的演唱会？14年。对，第14年。然后这一场好像是我第32场。那就是笑脸啦，头发较好啦，皮较清澈了跟头前2个姐姐比起来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许富凯吧，来，掌声欢迎。一首歌，大家会唱的歌《给熬》，谢谢。谢谢我们那个药局里面的医护人员，谢谢你们。少年的时阵，你有外敖，
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阮将青春嫁伫恁家，阮对少年。 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予恁家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返去的时阵啊到，我会让你心走。 目屎流。谢谢2楼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来哦，这有外面哦。有一日啊，安怎有心？ 相片，看较早结婚的时阵，你我缘投，穿好穿歹无计较，怪东怪西嘛袂晓。你的心，我会永远记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 将青春嫁伫恁家，阮对少年着对你对到老，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予恁家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 等待返去的时阵啊到，你着让我先走，因为我缘到放你为我目屎流。谢谢。 感谢第一首歌呢，给敖呢这一首歌我特别挑选的，因为呢，我相信呢这一首歌就是国民歌曲，大家都会唱。那我相信在不管是我们的这些抗癌的这些患者们，或者是我们这些家属，听到这首歌应该都心有戚戚焉。啊，今仔有翁仔某做回来无？也一下手来看卖啊无？翁仔某，那他去不？哎。 这边的呢，2楼有吗？有没有夫妻一起来的？啊，这么坚强哦，都一个人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OK， anyway， 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都无选家己的歌，因为唱不白声，唱白来歌，刚刚回味一下来，带来这一首《茫茫到青天》，会唱一起唱，谢谢。 大哥，你是不是会唱？啊，不会，好，谢谢。我一秒等着你，雄雄打来笑脸，往事茫茫渺渺。 想流水。
忘过去的情义，脚步山愈行愈近，不甲我偷叫你的名字。酸冷雨做回来，是真可怜的无奈。辜负一场有情义的回忆，无讲一声就离开，想来全然无滋味。我无奈以这款的对待，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看无在身边，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几暝。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？风吹回来，是真可怜的无奈。辜负一场有情义的回忆，无讲一声就离开，想来全然无滋味。我无奈有这款的对待。大力咯，情茫。小雨也替你哭几暝，情茫醒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爱我有啥意义？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看无在身边，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几暝。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爱我有啥意义？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刚刚听我们的那个癌症希望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，有几个长辈他们是第一次来听演唱会、听音乐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听讲很多佳慧姐也唱了很多的歌，静学姐阿嬷，哎，你今仔有想要听啥无？台语我上内行的。这掌声响起，我袂晓啊，讲袂记啦。你要听什么歌啊？你敢有想要听什么歌？啊，我唱的拢较爱听哦。哎呦，阿妈你较好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也是到高雄的某一家医院，然后台下有一个阿嬷跟我点了《单薄郎》。但是人家点我们就要唱嘛，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宾至如归。对，所以呢，你们想一下，有想要听什么的一首？啊？繁华拢是梦，人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，情茫茫茫你半心痛也唔通。像冬流水，绵绵相思，多情多怨叹，又搁想起。咱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，当作是注定红尘一场乱梦。
手老师他们演奏过很多很厉害的歌手的演唱会，所以呢，你们点什么他都马上可以弹。我们是不是给他们个掌声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。对，那我先看到台下有个姐姐。这首歌，我希望可以跟你唱，我有自信，你一定会来啦！我 cover 你，我们互相 cover。电有关的，你也在。来哦，而且唱很烂哦。没关系，我们给凤书姐一个掌声。哎，来哦。一起哦！有点高，不好意思，我下次会请他们再降一下，老师麻烦你们哦。再一次哦。好，刚刚呢这么精彩的一段，我想呢，跟凤书姐唱我很荣幸。
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唱。这首歌我取得很特别，因为呢，很少人会在医院唱这一首《噜噜》。相是是，因我心相依。红老着哇塞，也是一家笑嗨嗨。来来来跳，无若是认同，不愿意是啥？人客也对阮讲甲暖暖混糊，我是根本无人知影，找不的悲哀，慢慢流着目屎，也是得甲笑嗨嗨。全部一起哦！1、2、3，最不如的悲哀，流着目屎，这个笑嗨嗨。来跳，我若是平淡，不愿意是啥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高球对吧？那算了。哎呦难怪我听说你唱到哪里就有一些歌你就跟到哪里。谢谢。高球哦。刚刚彭佳慧把这个唱老歌的任务交给你，一定要。有没有圆满成功啊？哦，再次的掌声，谢谢徐凯。谢谢。歌名也给你。哎呦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明仔载一定够用啦，你再够去唱。我明仔载长庚啊。长庚啦吼。想要听歌，欢迎大家这个来啦。好，多谢。谢谢。